Hello，歡迎返到嚟 I Snap You 呢個 channel 啊！你有冇對未來充滿擔憂啊？成日覺得做好最壞嘅打算，好似令自己有心理準備咁，但其實同時係令到自己對未來更加驚。你有冇發現，其實我哋自己想象嘅壞結果，通常最後都係唔會出現㗎。我以前都係咁㗎。乜嘢都諗到最壞先，令自己越諗就越驚。但原來係因為我對自己冇信心啊！呢幾年我通過每日練習肯定語句，令我明白眼前發生嘅一切都係幫我成為更好嘅自己，從而對自己更加有信心。未來嘅一切事情，我相信都係成就更好嘅我。未來一定會更加好㗎。呢個練習適合大家每日坐車、沖涼或者瞓覺之前去做，每日都做一次。通過練習肯定語句，令你明白同埋相信宇宙每一個安排都係幫你行到去你心目中嘅目的地㗎。只要你了解自己想要嘅未來模樣，宇宙係一定會令你去到嗰度㗎，但你唔可以限制宇宙用任何方法去達成你嘅願望，你只要相信就得啦。我哋而家開始啦，一切都會喺最適合嘅時候嚟到我身邊。宇宙嘅時鐘從來都唔會快一秒或者慢一秒。當我未收到答案，唔係因為宇宙聽唔到我嘅願望，而係宇宙正為我準備最剛好適合我嘅版本。有一啲遲咗，係因為令我變得更加穩。有一啲等待係為咗令我變得更完整。當我放下急迫，放下控制，我喺宇宙嘅能量會變得溫柔，並開始流動，一切好事自然會慢慢呈現。唔使懷疑，唔使比較，唔使心急，因為我想要嘅一切已經喺路上，而我嘅靈魂亦都悄悄同佢靠近。所以我只要安心活在當下，一切都會喺最適合嘅時候，用美好嘅方式嚟到我身邊。記住，宇宙唔會遺忘任何一個真心許下嘅願望，佢只係等我哋準備好，能夠真正接得住嘅時候，就會實現。一切都會喺最適合嘅時候嚟到我身邊。宇宙嘅時鐘從來都唔會快一秒或者慢一秒。當我未收到答案，唔係因為宇宙聽唔到我嘅願望，而係宇宙正為我準備最剛好適合我嘅版本。有一啲遲咗，係因為令我變得更加穩；有一啲等待，係為咗令我變得更完整。
當我放下急迫，放下控制，我喺宇宙嘅能量會變得溫柔，並開始流動，一切好事自然會慢慢呈現。唔使懷疑，唔使比較，唔使心急，因為我想要嘅一切已經喺路上，而我嘅靈魂亦都悄悄同佢靠近。所以我只要安心活在當下，一切都會喺最適合嘅時候，用美好嘅方式嚟到我身邊。記住，宇宙唔會遺忘任何一個真心許下嘅願望，佢只係等我哋準備好，能夠真正接得住嘅時候，就會實現。一切都會喺最適合嘅時候嚟到我身邊。宇宙嘅時鐘從來都唔會快一秒或者慢一秒。當我未收到答案，唔係因為宇宙聽唔到我嘅願望，而係宇宙正為我準備最剛好適合我嘅版本。有一啲遲咗，係因為令我變得更加穩；有一啲等待，係為咗令我變得更完整。當我放下急迫，放下控制，我喺宇宙嘅能量會變得溫柔，並開始流動，一切好事自然會慢慢呈現。唔使懷疑，唔使比較，唔使心急，因為我想要嘅一切已經喺路上，而我嘅靈魂亦都悄悄同佢靠近。所以我只要安心活在當下，一切都會喺最適合嘅時候，用美好嘅方式嚟到我身邊。記住，宇宙唔會遺忘任何一個真心許下嘅願望，佢只係等我哋準備好，能夠真正接得住嘅時候，就會實現。一切都會喺最適合嘅時候嚟到我身邊。宇宙嘅時鐘從來都唔會快一秒或者慢一秒。當我未收到答案，唔係因為宇宙聽唔到我嘅願望，而係宇宙正為我準備最剛好適合我嘅版本。有一啲遲咗，係因為令我變得更加穩；有一啲等待，係為咗令我變得更完整。當我放下急迫，放下控制，我喺宇宙嘅能量會變得溫柔，並開始流動，
一切好事自然會慢慢呈現。唔使懷疑，唔使比較，唔使心急，因為我想要嘅一切已經喺路上，而我嘅靈魂亦都悄悄同佢靠近。所以我只要安心活在當下，一切都會喺最適合嘅時候，用美好嘅方式嚟到我身邊。記住，宇宙唔會遺忘任何一個真心許下嘅願望，佢只係等我哋準備好，能夠真正接得住嘅時候，就會實現。一切都會喺最適合嘅時候嚟到我身邊。宇宙嘅時鐘從來都唔會快一秒或者慢一秒。當我未收到答案，唔係因為宇宙聽唔到我嘅願望，而係宇宙正為我準備最剛好適合我嘅版本。有一啲遲咗，係因為令我變得更加穩；有一啲等待，係為咗令我變得更完整。當我放下急迫，放下控制，我喺宇宙嘅能量會變得溫柔，並開始流動，一切好事自然會慢慢呈現。唔使懷疑，唔使比較，唔使心急，因為我想要嘅一切已經喺路上，而我嘅靈魂亦都悄悄同佢靠近。所以我只要安心活在當下，一切都會喺最適合嘅時候，用美好嘅方式嚟到我身邊。記住，宇宙唔會遺忘任何一個真心許下嘅願望，佢只係等我哋準備好，能夠真正接得住嘅時候，就會實現。一切都會喺最適合嘅時候嚟到我身邊。宇宙嘅時鐘從來都唔會快一秒或者慢一秒。當我未收到答案，唔係因為宇宙聽唔到我嘅願望，而係宇宙正為我準備最剛好適合我嘅版本。有一啲遲咗，係因為令我變得更加穩；有一啲等待，係為咗令我變得更完整。當我放下急迫，放下控制，我喺宇宙嘅能量會變得溫柔，並開始流動，一切好事自然會慢慢呈現。
唔使懷疑，唔使比較，唔使心急，因為我想要嘅一切已經喺路上，而我嘅靈魂亦都悄悄同佢靠近。所以我只要安心活在當下，一切都會喺最適合嘅時候，用美好嘅方式嚟到我身邊。記住，宇宙唔會遺忘任何一個真心許下嘅願望，佢只係等我哋準備好，能夠真正接得住嘅時候，就會實現。記住，每日都聽一次肯定語句，令自己思想變得更加正面，好事就自然會靠近。Have a nice day!